又来了，这永贞哦。今天衣服又换了。香糖果做的。亲戚家人。他们两个随时在交换，一下杨轩在前面，一下永吉在前面。哎，怎么是一倍呢？后面退一点，再从前面走一步，再退一步。靠，这个手机壳买的是3克的。
小孩一路走好。所以这现在国内的这个仇恨言论比较多，然后就是执政党没用，乱搞。最大的就是那个老大，就是那个就是搞那个的。以后日本走了啊，其他的国家都走完了，就是社会的氛围被那些央媒那些被仇日啊、仇人那些给带坏了。摇啊摇啊摇。谣传的只是这个事。王青来了。看一下，没有，我搞忘了。昨天钟大姐来不来？没问，没有联系。这几个来了，这两个是这个玉珠不知道这个待多久。他说待1个月，我希望他们多待几个月吧，待到过年之后再回去。还有后面是玉珠，前面是雍儿，在前面是小金臭，这是小西西和小泽。他们把手机机直播架好了之后才过来。后面就是境外的美少女团队，前面是左道茶布团队，后面是没加入团队的临时的访客嘛，也叫临时停留的那种。
很奇葩的新闻是北京一个法院判了那个男的和女的和还有一条狗的判决，就是惊掉三观。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法院判啥？家主要是还有一条狗狗。丽丽来了，丽丽也来了，穿了粉红色的衣服。南卡卓玛，拿错，然后是大戏取真。兰博娃这几天没来了。主要是有时间想叫他们来，都没一次搞上联系他们。苏拉也开始跳了，哎，换了衣服了。丽丽穿了这个衣服。清楚，2，这给了好长一句，来了，走到一起了。跳啊跳，当当当。看丽丽带头，哎，小清澈带头啊。妹在这边，
颜色了，衣服又换了那个也，我说衣服又换了一套。啊。对。阿西还没来，就等着休息。搞东西哦，吴京、阿布、单少爷、罗桑。露出来，什么意思？因为我来了。他们跳舞一般都是当天穿的最好看的，在晚上跳舞的时候，白天都穿的一般的，全部是在晚上最漂亮的时段就是跳舞的时候。如果精心打扮，一般要提前1个小时准备吧。因为穿那个帐服比较麻烦，一般1个人搞不定，然后2个人需要穿。也就是1个小时加化妆嘛，1个多小时。不赚钱。哎，这单拉多少钱？外面往我们泡了。阿布跳得比较好，他幅度很大，然后就是个子又高。哇，这个丈好高啊！小马出看那个，特别是明明有可能不会来
还要开店，他银行上班嘛，然后他自己开了咖啡店，有时间去忙。瞧不懂，等会儿晚上10点钟再吃饭。广播这个不存在，他们买服装的，一天穿一套很正常。带总比来了，今天带孩子哦，给蓝卡，发红杯红炸弹，请那个银座的那个，还有一个，还那个，还有那个，写名字没有？我忘记了，拿过来他儿子了。啊，我去走啊！哎呀，他知道要给他，所以跑了。王清都刚刚之前不在了，之前还在，调了几分钟就不在了，有可能去上厕所了，上卫生间去了。银座安排的是一个大巴车，也39座的大巴车拉他们。5号就拉他们到雅江那边，6号有那个结婚的仪式嘛，然后后面我说要回来怎么办呢？那每个人不可能统一回来呀，所以我还是自己开车算了。这个来了，17点51的飞机，从天府机场过来的话，能够到9点半过来的话就可以，9点半赶不了的话，只有第二天，因为他第二天要当晚上在成都留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就去国外了，没有时间。我说你今天赶9点半吧，9点半你没来的话，我帮你送，或者是叫洛杉，或者是叫分工帮你们送也可以，反正叫个团队送。他说可以。后来他们多少钱一条？我说这个也就3块、5块、7块都有，我就定5块钱一条了吧，就5块钱的就买个60条，他买60条好的。这还有，剩的都还要发完，不知道有多少条，应该有50-60条吧。了，哎，听说啊，好谢谢，哎呀操，等会儿就搞吧，反正这个国旗有点热。里边这，我靠！
个角度可以哦，这个把他们全部拍完了。美少女团队和那个前面的团队的成员全部拍完了。一会儿我看他们那边跳那个特步歌装，就是手拉手的那个转圈圈那个，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是昨夜，还有昨天晚上有一首歌没跳，叫啥？那个叫啥？跳那个叫3个字的。哦，射龙右，射龙右。